来敬酒。歹势啦，歹势啦，啊，都阮阿爸行动较无方便啦，所以我代替伊来甲各位说道谢。来，叫大家啦，拢赶快来！嘿，这年啊，你敢要假啦？哈，你替恁阿爸出来敬酒，嘿，啊，你先让带秋萍来。阿仔，我是代替我妈妈来敬酒的。嘿，对啊，孙兄，你总袂使讲叫准爷啊，带阿板爷来甲咱敬酒啊，对不对？嘿，某的，想袂到咧吼！你平常时啊，你甲安尼吹哦，想袂到即马还比我较成咧吼。无影。这年啊，你敢知影新郎甲新娘敬酒，迄个酒是安怎呢？是要安怎敬啊？我就知你唔知吼。爱啉交杯酒，爱啉交杯酒，恁讲对无？啊，对。交杯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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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杯酒。哦，啉就啉嘛，想惊想啊！秋萍，来。好，交杯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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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比赛来，我先来你来。无啦，小姐，莫走。啊是啥喏？我头就疼，我想要吐。我陪你来吼，我带你来。先啦，你今日叫咖啡，大家来。小等下，你不用紧啊，我你陪，我跟你来的。你酒啊啉较少了哦。行啦，你较细腻啊，秋萍。来。囡仔，早点摕新娘。是啥？阿哥，阿姊，你哪无去食喜酒？我食饱啊。我食迄样，你我来点包酒妈妈。我带你去好。哎，快休息没有？像啥？到底是什么人？要做这款代志？别我，我会当找到你，我这世人有教。嘿红啊，唔通安尼讲。实在讲，这10几年来，阮母仔囝受你照顾真多。啊，若有我一个查某人，唔知要哪请这两囡仔大汉。别我，你莫安尼讲，你安尼讲，我颠倒感觉歹势。我甲俊言，但毋是你伫咧照顾，阮两个查甫人，毋知是要安怎个生活者。自从我这双脚破伤了，厝内面大细项代志，都麻烦你伫咧烦恼。你唔通安尼讲，我若看到你这项脚，我就感觉对你足袂得过。你是为了救我才来忏悔的，我感觉良心足不安的。别话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你并无对不住我，这是我的命。虽然我为着救你，才会造成我这双脚破伤，但我并无怨叹。我这世人会当找到你这么好的家，这是阮当家小好兄所得来的福气啊！希望啊，从这事件发生了后，我心内有一个最大的愿望，我就希望讲，我这世人永远会当咱的身躯边守候你。啊嘛，希望阮秋萍会当跟恁俊言，过着美满的一生。别话，多谢，真多谢，真多谢。俊怡，秋萍，你哪袂困啊？我等你倒转来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要讲哪会输了？
你即摆是毋是咧烦恼讲咱今日用啉过交杯酒啊？以后我若无带你，你会嫁袂出去啊？哼，无错了，无错啊！啊，莫生气啦，甲你滚耍笑的啦。拄则算我讲毋对话，我甲你扇水杯好无？我毋对，我搞话，我有白讲话。哪有人甲你扇家己嘛？安尼你毋就无咧生气啊？哎，对呀！莫拍啦！好啊啦，好啊啦！你对呀，好啊啦！对啦，啊你拄则毋是讲有代志要甲我讲？是啊，有一个人摕红包来讲，讲要甲我妈妈。红包内底藏的是银纸呢。啥个啊？阿哥有讲迄个人是啥物人？伊的朋友我是有看到，因毋过伊伫安全帽啊，伊的面我看袂清楚。俊英，我喺想，这件代志我无想要爸妈因烦恼，咱莫甲因讲，咱家己想办法解决好。俊英，你出来。来孙啊，啊，当你毋是有话要甲我讲，我哪拢毋讲啦？你今日介奇怪呢？我捌你遮尔久，我从来毋捌看过你啉遮尔济烧酒，你是毋是有啥物心事啊？无啦。啊，你莫骗我啦！等咱两个自细汉斗阵大呢，我敢无了解你吼？你若有啥物话吼，你做你讲出，莫囥喺心肝内啦。今日是恁阿爸火红伯啊，甲秋萍阿母结婚的好日子。以后你甲秋萍就会当逐工斗阵啊！我足欢喜的，只不过是加啉淡薄仔尔。原来你今日啉遮尔济烧酒，都是为了秋萍哦。来顺啊，你老实甲我讲，你介意是毋是？秋萍嘛啉足济咧，毋知有要紧无？你若关心伊，你家己明仔问伊哦。俊英，好好对待秋萍，我要走。来顺啊，你若介意秋萍，你若无坦白甲讲啦。俊英，若是有一天我发现你对秋萍无好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假使讲你若对秋萍真好，那呢，咱永远都是兄弟。来顺啊。哎，遐囡仔，俊英真早就出去啊，秋萍去上班啊，我去读书啊啦。哦，秋萍，我以后逐工载你去上班好无？秋萍，你感觉阮阿爸甲你阿母结婚，你有啥物看法啦？我感觉因足好个啊，因安尼会当互相照顾，互相做伴，安尼是足好个。你咧，你感觉安怎？我当然嘛好，而且是真好。安怎讲？因为安尼，我就当逐工甲你做伙啊，这吼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啦。啊！你是新的啦。啊，你放心啦，这条路吼，我就算目睭客客嘛会当安全徛喺你上班的所在。你若毋是吼，我徛互你看。咱嘉酒坪遮吼有一个鱼池啊啦，过来头前啊，就爱过一个细的桥，即摆搁过吼，就爱搁爬一个桥，啊爬桥了吼，就爱挖倒手。哇！放袂记我的
爬起来了吼，就爱我倒手。哇！秋萍，秋萍，秋萍！你还搁咧笑？我啥干呢？你还搁咧笑哦？你干嘛那么久了？别找我！别去上班嘞！啊！搁笑，你搁笑会出来哦？志莹，我虽然就希望你会当逐工送我去上班，但是你已经遐尔久拢无工课啊，你有啥办法？他踮这庄稼所在是有啥物出脱啦？其实吼，我早早想要台北打拼啦，只不过大家也想到阮阿爸。是讲吼，即摆阮阿爸有恁阿母伫咧照顾，我应该趁这个机会去台北实现我的理想。志莹，你的意思是你要离开我，离开这？秋萍，我毋是要离开你啦，我是要去台北打拼啦。我安尼做吼，拢是为了咱将来幸福呢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成功倒转来啦。我吃，我刀，我拿，呀！你完咯？无要紧，恁继续练，你无错不要紧。阿辉啊，你即摆是咧表演啥物？啊？仙路下环啊！我看是飞蛾扑火，仙女下凡后较硬斗的，拄啊无人要看。输兄表演，互你看一个。看真种啊！仙女下凡，爱较放较软性的，目睭爱对大脚，看观众，甲观众抛媚眼，啊若观众爽，就来拍拍，有听到无？看好哈！啦是啦，较啥物啊？你不要看我咧玩啊！较低啊！你我甲你讲袂听你。我一个听到。皇帝嘞？呀！我有姓猪啊！我讲我是猪啊！吼，啊你头拄咧会啥物嘞？我惊师傅，我惊师傅会热，甲你下风啊！哟！你惊师傅啊？嘿，我这做师傅当时教你讲哦，人手人来，还讲读开啊？我甲你学的。哎呦，搞啊！所以小师傅。啊好啦，假鬼，没不好。咱这是歌戏，你知无？我知啊。啊，人家歌戏哦，时段是放2秒，观众唔太爱看。你这样当作做变戏，啊，那亲像你安尼，咱全都不人请啦。等下快快甲我3点钟啊！师傅，1点钟会知哦。咩？啊啦，3点钟就3点钟啦，救人哦！就你啊，给他拜对呀，拜祭，拜哟，鸟香，鸟香。喵！迄度阮大个阿婆嘛。无啊，你要倒去？为啥？你赶快出来！就你了，就你了，为啥？你赶快出来！爸，其实哪有你家啦？你叫我大声是我人家是想。你真奇怪咧，我若别人管你慢哦，反倒转拢你咧管我。咱讲无几工就要公演了呢，你无咧要哪会用的啦？好啦，你放心啦，我会练啦。哎呦！我甲你讲哦，恁好啊，甲我练啊！若我知恁病单哦，恁就阮人当玩家。爸。
去好无？拜托的，你紧入去啦！死来阵啊！大家嘛无好做，气死我！这你唔通放袂记，我的一生只有你交代的，我也记在心。你即摆讲啥物啊？送银纸，无吧？我去买买，免想，这代志交我，毋是我家世来操蛋，这个我杀掉啊！我到底要切手啊！你那叫死！大大，你先听我讲，你着讲着反正讲就好了，无要紧的。后日手嘛较济，还要哭屁啊！不是你听我嘛？唔是，唔是讲你生气啦，阮大家听了嘛都生气的呢。你讲者，另外来讲，这件代志吼，我咧想可能是秋萍迄个头家刁夫啊做的，对无？你甲想看有理无？刁夫啊？有可能，啊！我咧讲哦，这件代志哦，刁夫做无唔对啦，啊！刁夫啊，孝顺秋萍啊，孝顺偌久啊，你敢知啊？而且哦，伊咧知影恁两个斗阵啦。我咧讲哦，这个代志刁夫做无唔对啦。这要哪有可能啦？啊！哎，爸家阿妈年都袂有啊，哪会去做这个代志？对讲有啥物好处啊？说是啥物无好处，因为伊做无唔对啦。大叔呀，那以我的判断吼，有可能吼，师吼，有可能。啥？爸，公叫你讲啥？恁师这个代志恁师做的，啊，迄无可能的代志啦。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咱一定出来遐尔啊久着，咱若无赶紧回去吼，师会可能会甲咱处分呢。无是要处罚啥？哈，咱都已经讲过啊，家家是暗顿卖食尔啦。安啦，使去跋筊，无可能较早转来啦。对，啊你啥物看法？我就是想无，啊，毋则找恁大家出来参详。即马发生即款代志，我咪得安心去台北啦。哎呦，俊英啊，啊你去台北到底是甲恁阿爸讲袂啦？也袂啦，我都毋知要安怎开喙。哦，你实在是哦，啊你，俊英，毋是我家姐。俊英啊，我意思是讲哦，你爱学我啦。做人讲话哦，较阿三哩，对不对？莫当拖山嘛。而且，对，你要去台北哦，这是真好的机会呢。我是无这个机会，要若无哦，我嘛想要来台北甲人盘摊一下，留点咧庄口，无出脱啦，对吧？俊英，你有听到无？知影讲啦，无唔对啦，留点庄口无出脱啦。大顺啊，你讲对无？啊，点庄口有啥物出脱啦？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唔答应。无论你哪来讲，我都唔答应你去台北。阿爸，你讲留地这庄卡，我是会有啥出脱啦？当然无出脱。你对阿爷的工厂那就好好做，唔免偌久哦，你就当升到领班啦。还是倒一定唔好。迄个头路我已经死了个话话啊，我要去台北拍天下啦。啥会啊？我安尼千拜托万拜托，真无简单才甲你引工厂呢。啊，你话死就死哦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讲啊？地下滚了！阿爸。我已经是袂放心你一人伫厝的啦，啊！即摆我阿母秋萍照顾你，我现在袂当去台北拍拼啦。你阿孙啊，阿爸，你是我后生啦，但凭什么来照顾我这破事啊？啊！你讲啊！你赶快来去，赶快来去，赶快你无听啊！哦，我知啦，当初是你鼓励我甲阿婉来结婚，我那你就是孝顺要去台北死也唔死，你讲啊！